我三年，我这年嘛，这个电脑没看。我之前我就买是搞那个培养，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那拿来就在你看家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。要解决没？你家里头嘛，那什么来着？那时候这都可以去的哦。年的，年，那到时候吧。今年我都没正常的这个没有拿到，比如说400万，比如说今年是他们同样的，同样，这个年尾的时候，那什么来着嘛？那什么，那个什么的是那是啥病嘛？啊，那边那边那个是，那是那个呢，今年主要年尾呢，那就是这样。我讲你那个了，看一下问题，不是吗？所以嘛，用功嘛，老的。